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25集。我是小张。在做这集的时阵，小张足艰苦的，样样要调内伤，样样要配合。哪会安尼？你是受到啥物刺激？就网络顶悬有一位博士，拢讲家己是专家，家己是国宝无？有这个人，伊讲啥？伊讲工作的闽南语正字就是空缺这两字，空缺伊就读作工课，无要紧，咱就对伊读。但是工课根本就无文献嘛，这件代志小张要来插。伊阁讲啥呢？伊讲好课、歹课都爱写这字课，好空、歹空都爱写这字空。这空是倒一空？你敢知？为着小张节目的水准。我决定无爱讲，字安尼写，敢对？来，今日咱做一摆，甲讲互清清楚楚。这个人自称是专家，是国宝，专门伫网络顶悬教人台语。伊讲国语内底的工作，台语就爱写作工课这两字。但是小张拄则已经捌讲过啊，这两字根本就无文献嘛，咱毋好甲冤枉，咱来看证据。伫先前两项的范围内，咱来查工课这两字，出来的结果就是讲句。咱若是甲范围改作汉代之后，出来的结果有10摆，但是这10摆拢毋是工作的意思，所以咱就知影讲工课这两字一定毋是正字，正字一定另有其字。一开始我已经讲过啊，这件代志我要来插。但是小张毋是专家，嘛毋是国宝，搁较无资格教人台语。但是我有话要讲。哎哟，小张你敢有影要插？真诶，我真正要插。好啊，你若要插，就互你插；你若要讲，就互你讲。但是你今日要对倒位讲起？小张今日就对这字讲起。这个字就是水果的果，果汁的果。但是伫教育部的网站内底有查到另外一个读音，会使读作果；另外一款的腔口读作假。咱来看这两字应该安怎读？这两字就爱读作果子，嘛有人读作果子。以前阮阿嬷真爱讲一句话：食果子就爱拜树头。所以这个字伫咱的民间确实读作果，也是读作假。刷落来。咱来看另外一字，这个字将米将果会使读作果，嘛会使读作假。咱来看文献安怎写，公文甲集文内底写安尼，果火切，所以这个字就是读作果。这是啥？台湾人拢知，这就是红菇果。咱拄则记这两个例，主要就是要来讲这个字，若是以我的腔口来读。这个字就是读作果，一点问题都无。咱即马要来讨论另外一字，将果的字。其实这字一般来讲，咱拢读作课，上课的课，课本的课。但是这个字有别的读音，咱即马要来讨论。说文解字内底写安尼：气啊，将言，过声。伫韵册内底有记录，这个字的声调是气。的声调，所以这个字爱读作过，也是读作课，拢会使。小张，你讲这个字会使读作课，但是你敢有啥物证据？当然嘛有。咱来看台湾闽南语用字汇编内底，就有记录这两个音，会使读作课，嘛会使读作客。咱即马来看集文安怎写，课差呀，去出差，去办差。干那一个意思，就是去做工课，无别的意思啊。这字课安怎用法？好课、爽课、歹课，拢用这字课。集文安怎写的？咱搁来复习一遍。课、差呀，这两字就是标准的共义连词。好课就是好差。这字差安怎用法？公差的差就用这字差，差事的差。嘛用这字猜，猜肯的猜，嘛用这字猜，
咱若接到好差事，咱就会使讲占到好亏。啊，若是占到好亏，当然就有好康诶。但是即字空到底安怎写？咱继续甲看落。讲完空亏诶亏，咱即马就来讲空。啊，即字空到底是毋是正字？咱甲看落就知。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安尼：翘呀，中赫，公声。动韵甲正韵内底有记录即个字诶读音，苦红切，读作空。所以咱即马知影，将公声诶字会使读作空，甚至即字公本身就会使读作空。咱来看文献安怎写，伫拟雅内底写安尼：空真也。讲韵内底写空亏，啊，即字亏嘛会使读作缺。韵会内底写空虚啊，啊，这拢毋是工作诶意思啊。若有人甲你讲即个字是空亏诶空，啊，即个人一定就是咧骗你毋捌字，就是咧甲你装笑诶。来，咱来找一个将工声诶字，重点一定要有工作诶意思。小张建议写即字，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安尼：以罗定国，越工。啊，即字工嘛会使读作工，将力工声。啊，咱拄则就已经捌证明过啊，将工声诶字嘛会使读作空。那安尼听起来，即个字读作空无问题，但是意思敢妥当？小张捌讲过，我较含慢，我若拄着袂晓诶字，干若一个步数，就是差字典。伫汉典内底，针对即字空有真详细诶解说。第4条、第8条、第10条、甲第11条内底，拢写甲真清楚。即字空就是甲事情、甲工作、甲工课有关系，所以工课就要用即两字。即马一定有人会讲：小张，你讲即个字读作空，但是你敢有法度提出证明？当然嘛有，伫台湾闽南语用字汇编即本字典内底，就有记录即个音读作空，第1条诶空，所以空课即两字就要变调，空就要对第1条变第7条，声调哪参像是唱罢空课，就是安尼。会晓写空课了后，咱即马翻头转来写即字好空诶空，好空诶空就要写即字，占着好课就是接着好彩，就是好空，就是遮尔啊简单。咱即马来读后汉书诶文献，啊，即个段落叫做《别官一》。太尉公一人，本自月，将士方兵书空课。过来，司徒公一人，本自月，将人民书。过来就是点点点，落落长。上尾啊一句，凡士方民书空课。过来，司空公一人，本自月，将水土书。过来就是点点点，上尾啊一句，凡士方水土空课。空课就写伫上古文献内底。敢若讲文献也无够，小张即马要来举例说明。张诶，真久无看，听讲你最近换一个真好诶空课，敢有影？有影咯，我迄课正港诶好课，钱济，代志少，无大紧。上班诶所在拄好伫阮兜隔壁。哇，遮好空！空课就是安尼用，好课歹课就是写作安尼，好空歹空就是写作安尼。咱来讲结论。第一，自称专家兼国宝诶人主张，讲座就应该写作空课即两字。但是咱知影即两字绝对毋是正字。安怎讲？咱来讲第二点，因为根本就无文献嘛，就算有文献，意思嘛毋对，咱毋好互人装笑诶。第三，小张主张工作就应该写作空课，写作安尼有道理也是无道理。第四，当然嘛有道理，空课有文献，音甲意思拢正确。第五，占着好课，当然就是好空，就是写作安尼。好，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。
拜拜。